来自如此。就在刚刚 ，JCK 战绝城王者系列打完了他们的第一期比赛，可以说是场场精彩，热血沸腾。今天给大家带来一场羽量级的比赛，泽旺对阵赵国安。两人在赛前发布会上就已经唇枪舌战，给粉丝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赵国安今年24岁，身高180，臂展185，职业战绩18战12胜，现在加入了青岛新疆搏击。泽旺今年21岁，身高180，臂展188，职业战绩5胜1负，来自恩波格斗。两位是来自中国最牛的职业战队之一。那么好，现在比赛开始，一共是3回合，每回合5分钟。蓝色拳套赵国安，红色拳套泽旺。两人同时起腿，泽旺高扫，这个腿有点像变线踢啊。再来一腿，赵国安躲掉。泽旺的动作很多啊，速度很快，赵国安则是稳扎稳打。泽旺擅长用这种中远距离啊，我觉得赵国安应该往前压一点。赵国安一个上步后手打中，你看当距离近的时候，泽旺那个腿就伸展不开。又是一个高扫加一个后手拳击斧，泽旺的臂展非常长啊，打得非常远。赵国安有个顶膝，泽旺后撤。赵国安有个预判啊，预判是高扫，所以说他接腿准备接下，泽旺就收回了他的腿。泽旺又是这个动作。互换前手，赵国安的前摆打中。赵国安上步，泽旺后撤。赵国安连续的低扫，看起来有一点效果啊。泽旺现在换架换了一下啊，不知道是不是受伤了，但是泽旺他是属于这种啊喜欢来回换架的，然后打法比较刁钻，观赏性还是比较高的。泽旺刚才有一个跳步的肘法没有打中，反而被赵国安给抱住，拿到了背。赵国安想把腿给勾进去，我们来看看赵国安能不能成功的打扣啊！大一个失衡，让赵国安拿到了拿背优势位置。虽然不是一个非常完美的拿背，但是也侧位的砸击，造成非常大的麻烦。好，赵国安现在把腿已经插进去了。虽然说赵国安已经成功打扣，但是泽旺的右腿也伸出来了，防守了一下。泽旺看起来好像并没有就是在他的脸上真的是第一回合的时间还剩下1分多钟。过程对自己造成任何的心理影响，还是一如既往的帅，非常的淡定。这是因为这些淡定都是来自于平时一般的赵国安现在想把左手给抽出来，然后从后面裸脚。赵国安现在又换了一个把位打扣，哇，这下就比刚才更紧了。赵
官抽出了右手，开始了侧位砸击。泽王想起身啊，看看他能不能成功。还有20秒钟，哇，泽王已经成功起身。现在赵国安来到了下位。哇，泽王的这个肘击非常的重啊，打中了赵国安的额头。看看赵国安有没有伤，看起来还好。泽王继续追击，赵国安在下位啊，有一个侧踹，这一脚是踹中了泽王啊。好，第一回合比赛时间到，我们来看一下慢镜头回放啊，第一回合的。在第一回合的比赛中，泽旺是连续使用了高扫，但是赵国安有更多的地面控制啊，所以说第一回合应该是赵国安的。下面我们来继续看第二回合的比赛。第二回合比赛一开始，赵国安加强了攻势，赵国安有点挑衅的动作啊，泽旺的这个腿应该是有点伤。从目前的数据比分来看啊，果然是赵国安领先。赵国安连续的低扫，想再次伤害到泽旺的腿啊，降低他的移动速度。哇哦，泽旺这一腿，赵国安被击倒，这下应该有点晕啊。赵国安在下位，哇，这几个上位的砸拳砸中了赵国安的下巴，赵国安已经失去了反抗能力。裁判这个时候怎么还没有终止比赛？哇，这个裁判的心真大啊！居然还没有终止，赵国安已经爆头了已经。哇，这个裁判，哎呀，我真的服了，这个打成这样子还没有终止，这个裁判下手太慢了。我们再看一遍刚才那一腿。应该是赵国安是误判了这个腿啊，他防的是这个中扫，他以为对手要踢中扫，结果一下子变线来了个高扫，直接就被爆头，一下子就打晕了啊。泽旺还在这里啊嘲讽对手啊，也希望赵国安没事啊，赵国安伤的还比较重。泽旺看赵国安受伤啊，又过来安慰一下，就应该这样啊，赛前可以嘲讽，赛后的话还是朋友。好，最终无论如何，我们要恭喜泽旺赢下了这场比赛，完成了逆风翻盘啊，也算是逆风翻盘。最后我们来听一下泽旺的赛后发言。喜欢看格斗比赛，别忘了点上关注，我们下期精彩不见不散。这一声越大，我打得越狠。不是让我睡觉，谁睡了？哇！泰国念了也没用，还有一个在泰。